是老板娘，她一般都是哦，免费走。أبي تغطي أبناء مغلبتين. 老板，把这个羊肚和这个锅，你一共你是多少钱15个？？45一共的。45这样子，你把这个羊肚和羊肚肉你给我切上16块钱的。16块钱的。这是那个羊头肉、羊肺、羊肚子，吃的人特别多嘛。你这个羊蹄是按一个吗？一个3块钱是吧？羊蹄子嘛。把你的羊蹄拿出去，然后自己在红烧着炒那个胡辣羊蹄好吃。